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及巴嘅敗家生活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泰臣啊。今日係大年初一，我而家身處咧就係羅湖啊，喺國貿站 E 出口啊，而家行緊去一個地方。咁呢一個地方咧，之前已經介紹過噶啦，就係喺2024年嘅時候咧，我部 Dyson V8 壞咗個掣，我明查暗訪之後，發現原來喺龍華區大浪有得整。去到上年2025年，萬師傅為咗方便大家咧，就將間鋪搬咗去羅湖。我又帶咗個朋友去幫襯咗次，嗰次真係令到我大開眼界啊！部機掟到爆晒都整到喎。今日再次翻嚟，係想同大家講，萬師傅已經冇做啦。不過唔緊要啊，佢啲同事依然喺度。介紹另一個師傅俾大家認識下，叫小胖張師傅，大家可以叫佢做小胖嘅。咁啊，而家我去翻整 Dyson 吸塵機個地方，同大家介紹下佢個服務啦。位置就係爵士大廈。國貿站 E 出口上地面之後，一直向前行就會見到噶啦。咁大家可以認住呢條馬路啦嘅右手邊金色嗰座，咁就喺嗰度嚟噶啦，好近嘅啫。大家如果第一次過嚟唔識路嘅話咧，透過高德地圖嘅話，佢係會點錯咗你去後門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記得睇晒呢條片點樣去啦。嗱，過到嚟第二條馬路咧，認住對面金色嗰座嘢，見到英豪水會嘅右手邊咧，就係個入口啦。嗱，過到嚟呢度咧，我哋就穿過停車場。望翻過去右手邊 Coco 都可，即係希昂養生下面，我哋去揾 B 座，揀翻單層嘅電梯，我哋去9樓。出咗電梯之後咧，就係轉右嘅，認住9B18號室。我隔離呢一位咧就係時候攀啦，張師傅。咁之前萬師傅就喺呢度做嘅，咁但係佢已經冇做啦，頭先講咗啦。咁所以而家維修嘅項目咧，就由阿小胖為大家介紹。小胖，這裡我們可以有什麼可以回修呢？我們是戴森吸塵器、戴森吹風機、戴森捲髮棒、戴森夾子板，即係話吸塵機啦、捲髮器啦，另外就係風筒、對，空氣淨化機係咪都得？對。我基本上係咪所有 Dyson 出品嘅嘢，你哋都識整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們戴森的所有產品基本上都會修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如果係有任何 Dyson 嘅產品係需要整啊，或者係清潔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。咁我見到咧，咁呢度係有清潔嘅機器嘅喎。咁除咗吸塵機之外咧，咁其他有冇需要去做清潔嘅咧？吹風機用久了，其實內部也需要清潔。然後還有就是洗得最多的就是吸塵機，就是吸塵器，因為用久了以後有異味啊、堵塞啊、吸力變小啊，或者是主機故障的一個情況發生。哦，明白晒。咁嗱，大家見到我啦，其實一開頭我用國語嘅，咁但係之後咧，我都用翻廣東話去同阿時候攀咧去溝通嘅，咁所以咧，溝通上係冇問題嘅。張師傅咧最多都係唔識講嘅啫，咁但係完全聽得明嘅。咁但係頭先阿張師傅講咗啦，吸塵機咧清潔做得最多嘅，因為吸得多嘅話咧，入面會有堵塞啊，會有異味咁樣嘅。咁而家我就帶大家去睇下清潔個過程。一部已經用得非常之污糟嘅吸塵機咧，已經喺我手上啦。呢一部我冇記錯應該係 V8 啊。咁 V8咧之前阿萬師傅講咧係 Dyson 咁多個 model 系列裏面咧最襟用、最抵玩嘅，所以咧。大家如果係買 Dyson 吸塵機嘅話咧，真係講真，幾千蚊一部，要買真係唔好貪最新，你寧願買翻部最襟用嘅。喺呢度咧，你可以幫佢永續到個生命啊！咁所以咧，幾千蚊嘅話，Dyson 吸塵機係值得買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洗咗機先。咁洗機嘅過程咧，而家開始咯。咁啊，張師傅咧，佢就首先會將部機打散，而唔係就咁拎去抹幾下就算嘅。同埋咧，專業嘅嘢真係寧願交翻俾專業嘅人做。萬一你自己喺屋企試嘅話咧，拆散係容易啊，裝唔翻啦，咁要執手尾咧就麻煩啦。過嚟整機最好先預約咗先。點解要預約咧？因為 Dyson 咧出過好多個唔同嘅 model 嘅吸塵機嘅，咁另外仲有風筒啊、空氣淨化機啊，佢都有得維修嘅。零件上真係五花八門，好多唔同嘅零件嘅。你問咗之後 confirm 咗呢度有零件，冇嘅話，師傅會幫你揾到先過嚟，咁大家就唔會白行一趟噶啦。溝通好重要啊！大家見到啦，師傅嘅打散唔係就咁將嗰件嘢分開3嚿，畫面上面咧就係 Dyson 吸塵機 V8 打散完之後嘅配件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未計濾芯都已經13件。呢一個咧就係超聲波清洗機嚟嘅，有呢部機咧好過你喺屋企就咁用清潔劑、用牙刷就咁刷啊！正所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啊嘛，可以擺得落水嗰啲部件咧都已經擺晒落去啦。咁呢個過程要幾耐啊？這個
要大概30-40分鐘。30-40分鐘。咁我見到喎，咦，連濾芯都可以擺埋落去喎。對，這個濾芯它裡面也是積攢了很多灰塵，也是要清洗。哦，咁但係買嗰個新嘅唔係會仲好咩？更換這個的話也不貴，所以就看客戶的意願。可以洗，也可以直接更換了。這個也不是很貴，買一個才10塊錢。哦，買翻嚟都係10蚊啫，咁啊，梗係寧願買個新啦。咁呢度咧要等30-40分鐘。除咗呢度有維修吸塵機同埋洗吸塵機嘅服務之外咧，佢做得最多就係整Dyson 嘅風筒啦。咁Dyson風筒咧有一個通病嘅，就係用耐咗咧，閃白燈就是電機故障，就是電機老化了。然後閃紅燈呢，就是如果清理了這個濾網，很多客戶沒清理，是堵塞造成的。如果清理了還閃紅燈的話，它這個機器呢就是熱感，就是裡面有個感應器燒咗啦。即係話咧，呢個濾網記得吹到咁上下，用得咁上下日子咧，真係要褪開個濾網出嚟掃一掃入面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會導致裡面會有故障嘅燈號會閃。好啦，頭先張師傅就講咧，舊年收得最多除咗風筒之外咧，仲有 Dyson V12嘅吸塵機。像現在最新款的 V12、V15，現在維修的話，主機故障都是有一個通病，運行一下就停，或者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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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響，它就是啟動不了。哦，即係話佢有啲標標標嘅聲響，對，就係着唔到機。對，還有就是進水了以後，電池啟動以後電池閃燈，但實際上機器就沒有任何反應，屏幕也不亮，那就是進水的一個反應。咦，吸塵機入水啊？點樣用吸塵機可以用到入水呢？很多就是家裡的女傭啊，就是她就是水洗了機器，她不知道Dyson是不可以進水的。有好多家庭觀眾咧一知半解，唔知道 Dyson 係唔可以水洗嘅，咁佢哋咧就會直接攞水沖完之後咧就發覺部機咧攞水着唔到機啦。點解而家師傅呢度可以用水洗機咧？咁當然係有一部分係唔可以落水嘅，梗係唔會入水啦。咁然後咧佢水洗完嘅部分乾唔透咁點啊？我們洗為什麼不會進水呢？因為它這個 V12、V15，它氣旋裡面有一個芯片，您在家裡洗了以後，一定是烘乾不了這個芯片的。我們是全拆把這個芯片拿出來洗的。師傅就話咧，佢入面咧有塊晶片嘅，咁而呢度咧因為有部控乾機喺度，佢能夠好肯定100% 控得乾，所以佢先可以咁做。咁而家畫面前面嘅家庭觀眾咧，大家聽清楚啦，真係唔好試啊！你寧願喺屋企就咁倒下塵啊、掃下塵就算啦。真的是這樣，在家裡的話，你就算洗了也烘不乾，烘乾了以後，它裡面沒乾，到時候還會有異味，主機會故障。咁但係如果 V8嘅話，係咪冇呢個問題啊？V8裡面就沒有芯片，為什麼用得久？就是它實際上就是很簡潔的一個設計。哦，後面很多複雜的設計出來了，它導致就故障率就高一點了。哦，嗱，所以我話啦，科技新唔係越好嘅，因為咧越新嘅科技咧，佢入面一定會放咗啲晶片喺度。一有晶片，你覺得會點啊？晶片電腦嘢嚟㗎嘛，佢可以控制到部吸塵機，難聽啲講係可以控制到幾時壞啊！咁 V8咧入面冇晶片，係一部最簡單、最基礎嘅吸塵機，入面係純機械嘅啫，所以咧就絕對唔會有呢個問題。V8的話就它有2層濾網，所以它很難產生故障。你包括 V10、V11稍微有一點堵塞，它就突嘎燈，然後就是完全沒有反應啊，或者是高速可以，低速不可以，它就主機故障，馬達燒了，馬達燒壞了。V7、V8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。V7、V8係舊款，冇呢個問題。咁 V10、V11、V12咧入面咧就因為有晶片喺度啦，咁所以好容易因為少少嘅堵塞咧，導致佢着唔到機。咁同埋咧新 model 佢後面呢度咧有個屏幕嘅。屏幕又係電子嘢，一有電子嘢嘅話，即係話又有機會壞。嗱，一聽到呢啲聲啊，或者一啲閃燈咧，真係好驚好擔心。一部 Dyson 吸塵機真係唔平啊！都係嗰句啦，聽我講，有舊買舊。而家 V8咧都仲出緊，咁大家有興趣就去 Dyson 嘅網店自己買啦。嗱，我唔係同佢做推廣啊，只不過係叫大家唔好買新嘢啫。而家我手上面呢一部咧就係最新嘅 Dyson V15啊，又壞啦。近排壞得最多咧就係12同15啊。基本上你喺呢度可以揾齊晒所有零件同你砌一部都仲得。除咗壞咗着唔到機清潔之外咧，最容易有毛病嘅就係電池故障。用得耐嚿鋰電咧唔襟捱，或者你部機長期都冇用 turbo 嘅，突
突然之間你一開咧，舊電頂唔順咧，咁你連慢速咧都喐唔到噶啦。咁呢個情況嘅話咧，換電就可以噶啦。咁呢度咧有好多全新嘅電池咧，可以俾你去配翻。我哋講完晒呢度嘅所有服務之後咧，咁啲觀眾咧其實都最關心嘅就係價錢啊嘛。咁如果係維修嘅話，最貴係壞乜嘢啊？最貴的就是現在新款的 V12、V15的主機故障，大概要400多塊錢。然後 V10、V11的話就是260到300， V10是260，V11是300，然後都是質保1年，送深度清潔的。這些所有的主機故障啊，只要是跟馬達有關的，我們是修完了以後還送清潔，因為它的核心導致它壞的原因就是堵塞嘛，所以送清潔很重要的一步。即係咧，其實就係你越新款嘅摩打主機故障咧，咁就係幾百蚊。咁若然如果唔係主機故障嘅話，其他零部件壞啊，或者係斷咗，好似我咁個手掣斷咗咧，咁其實都係應該係幾十蚊係咪可以搞掂？咁另外咧，如果你係主機故障嘅話，呢度幫你維修完，仲可以送埋個清潔服務俾你。咁如果我係直接攞部機過嚟做清潔嘅話，個收費係點樣？100塊錢，就是全拆深度清潔。100蚊同你拆散晒深度清潔啊！呢啲嘢交俾專家做啦，唔好自己搞啦。咁呢度放低部機，用超聲波清潔嘅話，就30至40分鐘。咁如果連埋烘乾又要幾耐呢？烘乾的話大概是1個多小時。如果香港客戶需要加急的話，我們有加急的辦法，就是控制在2個小時左右。不用這麼急的話，我們一般就是正常時間是3個多小時。正常時間就3個零鐘咧就可以清洗完再烘乾埋噶啦。包你唔會見到有一滴水。咁如果你係趕時間嘅話，都可以加急嘅，就係一邊用超聲波清洗，一邊幫佢擦。咁如果唔急嘅話咧，其實直接用呢部機咧，入面嘅所有灰塵啊、污漬咧，透過呢部機佢清洗晒噶啦。咁大家擺低咗部機之後咧，透過翻微信同師傅保持聯絡，部機搞掂嘅話咧，佢就會微信通知你噶啦。喺等待呢段時間唔使喺度坐嘅。過隔離羅湖萬象城食下嘢行下街啦。而家我就喺爵士大廈嘅樓下啦，盡頭咧其實就已經係羅湖萬象城嚟㗎啦。咁所以喺等待期間咧，大家可以過去行下街食下嘢，咁就唔使白等啦。咁啊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就唔等部風乾機幫手風乾啦。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要查詢嘅話，頭先講咗啦，右上角已經擺咗張師傅嘅二維碼，大家掃碼查詢就可以。咁最後啦，阿張師傅同大家講句新年快樂，我哋就走啦。新年快樂！好啦，中意呢條片嘅幫到手嘅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，follow 埋我個 IG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